报道。基隆双北市有汤圆，7月特别推出1200块的通勤月票。目前双北市1280块的月票未到6月底哦，民众无用完，会当按照比例退钱。另外，台中捷运的事故发生了后，交通部嘛指示各县市政府，伫2礼拜内爱盘点捷运附近的工程，伫1礼拜内针对轨道系统的障碍侦测、防护甲政务人员应变处理机制，都爱进行检讨，避免意外就再发生。基800套1200块月票都要上路。根据了解，双北达成协议，现行的1280块月票，敢若未到6月底。若是共一张卡片要换做1200基800套的月票，要先办理退费。不会有变数是吗？是，跟我报告，就是生活圈的这一个通勤月票的这一个计划，已经上个礼拜我们公路总局都已经有6月15号会预售了。目前他们是已经规划是6月15号要预售。针对即马月票的退费机制，台北捷运公司表示，会按照电机票的票价来按照比例退费。另外，台中捷运已经弄到落伫轨道的吊臂，来造成死伤意外，嘛引起外界关注轨道周边的工程。交通部政务处长陈阳撇指出，希望各县市伫2礼拜内，针对捷运周边的工程，还有各轨道的系统进行检讨。月台上的站务人员等等的相关的应变处置的这个应变的这个机制，恐怕我们也会一并请他们加以检讨。这样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在这个礼拜，所有关轨道系统，这不含是捷运啦哈，甚至高铁、台铁。为了改善台湾行人地下臭名，交通部请各地方政府伫7月底进行改善清点有问题危险路段。若是行人专用的号志，会按照各县市政府根据在地情形来建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英国去年